今次呢個單位原本由3位科大內地生合租，以客廳分隔出多一間睡房，設計雜亂。夫婦入手單位之後，決定進行大翻新，打造一個溫馨安樂窩。Hello Alice， 你今次帶我嚟到呢個單位，雖然係舊樓單位，但係睇落都好乾淨企理喎。咁今次屋主有啲咩要求同埋有啲咩設計主題呢？咁呢個單位戶主係中意一個極簡嘅設計風格啦，咁你可以望下冇太多嘅花巧嘢喺單位入邊嘅。咁其中一個設計重點咧，就因為戶主有一個小朋友啦，咁所以我哋就要花啲心思，幫我諗邊一個位置可以增設一個儲物空間啦，有大量嘅收納位置。咁不如我帶你參觀一下。喺入門口嘅位置，原本呢個係間隔牆身嚟嘅，我哋做咗打拆啦，增設咗一個鞋櫃啦，咁可以方便戶主使用。延伸到廚房嘅空間，我哋增設咗有一個 U 型嘅櫥櫃，為戶主增加咗唔少收納嘅空間。喺設計方面，我哋喺吊櫃做一個空格啦，咁可以方便戶主擺一調味嘅醬料啦，或者平時嘅零食。喺個顏色方面，用咗白色啦、木色啦，做一個配搭，可以帶出一個舒適嘅氛圍。客廳嘅右手邊係鋼琴區，上方設有吊櫃同層板，收藏戶主心愛嘅模型擺設。喺廳嘅位置，我哋增設咗一個8尺長嘅置頂大型儲物櫃體。咁喺設計方面，我哋增設咗有極簡嘅線條啦，加入咗燈光嘅效果，可以令到視覺上帶出層次感同埋空間感。其實移動電視之後，後方亦有額外嘅儲物空間。連櫃側位置亦都有隱藏嘅收納位。嚟到咗主人房，為咗可以善用每一寸空間，我哋增設咗有9尺長嘅置頂大衣櫃啦，有4尺嘅油壓床，再加埋一個3尺長嘅書台、梳妝台，甚至去到窗邊嘅位置咧，我哋利用咗窗台嘅空間，增設咗一個軟墊啦，咁可以方便戶主平時可以喺度睇下書啊，或者望下室外嘅景觀。嚟到小朋友房，我哋有一個設計嘅小貼士，因為佢平時都好中意睇圖書啊，睇啲漫畫嘅，咁所以我哋利用咗床頭嘅位置咧，都增設咗一個書架啦，咁我方便佢收納。另外，房內設計 L 型書台，分別擁有3個櫃筒，配合唔同嘅櫃體間隔，令小朋友收納嘅時候更加整潔。